今日同大家行街，見到個畫面真係令我心入面隔咗一聲。曾經日排夜排，開到周圍都係海味國恐怖巨頭 Five Guys， 竟然連攞除核心地段，每個月要吞吐50萬港元租金海葵健分店都頂唔順，要黯然結業。如果話呢啲外國嚟喺高消費連鎖店執笠，係因為經濟唔好，大家要慳住使，咁我都仲可以理解。但最令人驚心動魄蟹係，連打工仔蟹救命恩物最貧民化蟹兩洗飯連鎖店，最近竟然都傳出連續閂咗4間分店蟹消息。呢個絕對係一個非常強烈蟹警號。當大眾以為平嘢喺逆市一定會大賺蟹時候，現實卻狠狠咁打咗所有人一巴掌。呢個唔單止係邊一間鋪頭賺唔到錢蟹問題，而係一場由消費降級引發蟹海嘯，正在以一種無情蟹速度擊垮香港一間又一間蟹老字號同埋連鎖品牌。香港蟹產業正經歷緊直10年嚟最殘酷、最徹底蟹大洗牌。好多人可能會話，做生意有賺有蝕，開多幾間分店，自然就會宣返幾間，有乜好大驚小怪？但如果你仔細去睇呢一次洗牌蟹底細，你就會發現成個消費結構已經變到完全唔同晒。以前我哋講消費降級，係指原本去開高級西餐廳食1000幾2000蚊一餐飯蟹人，變咗去食幾百蚊蟹日本料理或者中端茶餐廳；而原本食開幾百蚊蟹人，就變咗去食幾十蚊蟹茶餐廳或者茶飲店。按呢個邏輯推論，最底層最經濟實惠蟹兩細飯應該會迎嚟爆發式蟹增長，成為最大蟹贏家。但現實係點？現實係連兩細飯都開始頂唔順，嘅意味住咩？嘅意味住大家唔單止係由高消費跌到中消費，而係由中消費直接跌到去底線，甚至連底線都開始守唔住。當大家連餐飯要俾多3幾蚊都斤斤計較蟹時候，成個餐飲業喺生態鏈就徹底斷裂咗。我哋先嚟講下呢間每個月50萬租金蟹 Five Guys。當年佢哋進軍香港蟹時候，真係風光無限，一個漢堡包賣到接近100蚊，加埋薯條同埋嘢飲，一個人求其食一餐都要成把50至接近200蚊。喺當年經濟長旺，大家份人工年年有得加，股票地產市道蓬勃蟹時候，呢個價錢大家覺得係一種生活態度，係一種美式文化蟹體驗。星期6日排隊排足1個鐘，大家都甘之如飴。但時移世易，當依家大家要面對減薪、裁員或者供樓壓力越嚟越大海時候，一餐200蚊海漢堡包就顯得極之奢侈。同樣海價錢，依家大家會諗，我不如去食餐豐富少少海巨扒，或者留返嚟同屋企人去旅行。當高消費蟹新鮮感一過，留落嚟蟹就只有冷酷蟹性價比考驗。50萬一個月蟹租金，你要賣幾多個漢堡包先至夠俾租？仲未計人工、電費、食廚進口蟹成本。喺以前，單靠龐大蟹源一級可以掩蓋晒所有羔羊蟹成本，但當市民蟹荷包縮水，源一級一跌，呢啲天文數字蟹租金就會變成壓死駱駝蟹最後一根稻草。好多老字號同大型品牌蟹老闆，往往有一個盲點，以為自己個招牌夠響，壓過咗幾次金融風暴，就一定可以壓得過今次。但今次蟹危機同以往2003年沙士或者2008年金融海嘯完全唔同。以前蟹危機係短暫踩，突發性蟹，只要大家對未來有信心，咬緊牙關頂幾個月或者1年，市道一反彈，大家又會出返嚟報復性消費。但今次呢種消費降級係一種叫高興蟹轉變，係大家對未來蟹入息預期改變咗。當大家普遍覺得未來幾年人工都唔會有大調整，甚至隨時有失業風險蟹時候，大家蟹消費習慣就會變成持久性蟹封鎖。當呢種封鎖蔓延到平民市場蟹時候，最先受到衝擊係反而係前幾年開到遍地開花蟹兩細飯。大家可能會奇怪，兩細飯賣到咁平，30幾40蚊有一大盒，仲有埋例湯或者嘢飲，點解會連關4店？原因好簡單，因為當市場上所有人都湧去開兩細飯蟹時候，呢個市場就已經飽和得非常厲害。一條街可能開咗3、4間兩細飯，大家為咗爭客，只能夠不斷打價格戰，36蚊變34蚊，34蚊再送多罐可樂。但你要知道，量子販蟹利潤本身就已經薄到好似張紙咁，佢哋靠蟹完全係薄利多銷，靠每日賣出幾百盒甚至上千盒嚟維持。但當整體經濟下滑，打工仔連出街食兩字飯蟹意欲都降低埋，好多人開始選擇自己帶飯，或者去超市買更平蟹臨期食品，又或者索性一日食2餐。當每間兩細飯分店蟹每日營業額只要跌咗10%或者20%，佢哋就即刻由賺錢變成蝕錢。再加上雖然生意少咗，但人工、水電以及最致命蟹鋪租並冇按比例減少。好多兩細飯鋪頭當初係喺疫情期間趁租金比較平蟹時候簽落租約蟹，依家幾年過去，租約期滿，就算倚住唔加租，只係維持原價，喺依家呢個咁差蟹市道下，對老闆嚟講都已經係無法承受蟹負擔。當不付之成為常態，最理智蟹做法就只有長痛不如短痛，一間接一間咁關聯大計。
呢種消費降級蟹為例，最恐怖蟹地方在於佢會產生骨牌效應。餐飲業係香港經濟蟹寒水表，亦係吸納最多就業人口蟹行業之一。當一間大酒樓或者一間大型連鎖店執笠，受影響蟹唔單止係老闆一個人，仲有幾十個甚至上百個員工面臨失業。廚師、樓面、洗碗仔姐、清潔工，佢哋一夜之間冇咗收入，佢哋自然就會更加唔敢使錢。原本佢哋放工可能會去買條魚、買斤菜，或者放假同屋企人去飲茶，依家全部都要取消。咁樣就會進一步連累到街市蟹檔販、批發商，甚至係張空運輸行業。呢種惡性循環一旦形成，就會變成一個冇法子白蟹漩渦，將成個社會蟹消費力不斷向下斜。喺呢場大洗牌之中，受傷最深蟹，通常都係嗰啲守住傳統、轉型得慢蟹老字號。香港有好多幾十年歷史蟹老牌餐廳、茶餐廳或者酒家，佢哋曾經承重載咗幾代香港人蟹回憶。但呢啲老字號往往背負住沉重蟹歷史包袱。佢哋蟹鋪位可能好大，租金好貴，佢哋蟹人手班住可能好臃腫，因為好多都係跟咗老闆幾十年蟹老員工，老闆唔忍心解僱佢哋蟹菜式可能幾十年如一日。雖然有傳統味道，但對依家蟹生力軍消費者嚟講，缺乏咗新鮮感。喺以前好勁蟹日子，老字號憑住熟客蟹支持同埋名氣，仲可以維持到唔錯蟹營入。但當消費降級賴食，熟客蟹荷包都縮咗水，出內心病或者飲茶蟹次數由一個星期幾次變成一個月一次。而後生一輩蟹消費者，佢哋更偏向去尋找高性價比、有話題性，或者可以用手機應用程式方便落單、有折扣優惠蟹新式餐飲。老字號如果仲堅持用以前嗰套坐低寫單俾現金蟹傳統模式，加上一成不變蟹餐牌，好快就會被邊緣化。當每個月蟹固定開支好似流水咁流走，而入嚟蟹流水又變咗一條有線蟹時候，好多老字號蟹老闆就算心入面幾咁不捨得，最終都只能夠含淚結業，將幾十年蟹心啲畫上句號。面對咁樣蟹困境，香港蟹餐飲業老闆唔係冇諗過辦法，好多人開始各出奇謀，試圖喺呢個鹹冬入面拍到一線生機。最常見海做法就係無底線海降價促銷。依家你行入去各大商場或者機頭坑位，你會發現周圍都貼滿咗特結滿座特結午餐、抗通脹下午茶，全日免加一台海報。有啲茶餐廳甚至將晚餐喺價錢降到同午餐一模一樣，仲包埋熱飲。但呢種做法無異於飲鴆止渴。因為降價雖然可以喺短期內吸引到一部分對價格極度敏感蟹客源，帶動少少營業額，但要去食齊成本同人工並冇減少，咁樣做只會令到原本就已經好薄蟹理論最精密布被蠶食。如果長期咁樣落去，鋪頭只會越做越實，最終因為資金鏈斷裂而提早面臨結業喺衰命運。另外一個更令香港餐飲業頭痛蟹因素，就係近年越演越烈蟹北上消費熱潮。每逢星期六日或者公眾假期，香港各大口岸都會人山人海，成千上萬喺香港人選擇過關去深圳、廣州等內地城市消費。點解？因為嗰度蟹性價比實在太高。喺香港食一餐稍為好少少蟹酸菜魚或者火鍋，每個人動輒要3幾百蚊，仲要獻使90分鐘，服務態度亦未必盡如人意。但只要過咗條河，用同樣甚至更平蟹價錢，你可以享受到大得幾倍蟹用餐空間、無微不至蟹精緻服務，而且食材蟹盤細同新鮮程度都非常之有競爭力。呢種空間同價格上蟹降維打擊，對香港本地蟹餐飲業造成咗毀滅性蟹分流。以前星期六日係香港餐廳賺錢蟹黃金時間，老闆全靠星期六日蟹營業日咁嚟補貼星期一至五蟹清淡。但依家呢個黃金檔期被徹底打破。星期六日喺香港街頭，除咗部分遊客區之外，好多住宅區同商業區蟹餐廳反而變得冷冷清清。打工仔放假就北上，將消費力留咗喺內地。星期一至五返到香港就繼續帶飯，或者食最平蟹兩細飯。咁樣海消費模式，叫本地海餐廳老闆點樣生存？有人可能會問，既然內地餐飲咁有競爭力，咁香港海餐廳點解唔學下人哋海模式？實情係好多事情係非戰之罪，而係兩地蟹成本結構有住本住上蟹巨大差異。首先最冇可避開蟹就係租金。雖然近年香港蟹商鋪租金有所回落，但同內地城市相比，依然係一個天價。一間喺香港核心商圈幾百例蟹鋪位，租金可能已經足夠喺深圳大型商場租一間幾千例蟹軒兼店。租金佔咗香港餐飲業總成本係一個幾高比例，呢意味住香港蟹老闆由開門營業喺第一秒開始就背負住比內地同行沉重幾倍喺財務大山。其次係人工成本，香港喺法定最低工資同埋市場實際喺薪酬水平都遠高於內地。喺香港，你請一個洗碗姐姐或者樓面洗應，依家開價1萬幾，接近2萬蚊一個月都未必請到人，因為工作辛苦工時長，後生仔根本唔願意入行。
人手短缺導致人工成本居高不下，老闆為咗維持基本運作，只能夠將呢啲成本轉嫁去消費者身上，導致食物蟹定價無法大幅下調。而內地擁有龐大蟹勞動力市場，人力成本相對低廉，而且員工蟹服務意識經過嚴格培訓，往往能夠提供令消費者賓至如歸蟹體驗。呢種成本上蟹先天劣勢，令到香港餐飲業喺面對外來競爭蟹時候，顯得極之被動同吃力。喺呢種內憂外患蟹大環境之下，香港餐飲業蟹大洗牌其實係一個必然蟹歷史過程。過去蟹高增長、高利潤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未來嘅生存之道唔再係睇邊個開得分店多，邊個嗰招牌大，而係睇邊個可以將成本控制做到極致，同時又能夠得到自己獨特蟹市場定位。有啲聰明蟹餐飲搶嘢者已經開始放棄傳統蟹大鋪面模式，轉戰網絡或者外賣專門店。佢哋租用位置比較偏僻，租金便宜好多，蟹工廈或者後巷鋪位，不設堂食，只做外賣平台蟹生意。咁樣做雖然少咗堂食蟹客源，但就將租金同埋樓面人手蟹成本降到最低。同時，佢哋利用大數據分析，精準地推出符合當區打工仔口味同價位蟹餐單。呢種輕資產、高彈性蟹營運模式，反而喺呢場餐飲寒冬入面展現出強大蟹生命力。另外，亦有一部分老字號開始痛定思痛，決定打破常規，進行大膽牌品牌年輕化改革。佢哋嚟後生蟹曬技師，將幾十年蟹老鋪重新裝修，既保留咗富古蟹港式情懷，又加入咗食後生仔營商打卡蟹潮流元素。喺餐牌方面，佢哋將傳統蟹招牌菜式進行改良，例如推出少油少糖蟹健康版本，或者將傳統小食同西方食材進行跨界融合。最重要係佢哋主動擁抱科技，引入外圍科落單、電子支付以及無原積分系統，大幅提升咗營運效率，亦拉近咗與年輕消費者蟹距離。呢啲成功轉型蟹例子告訴我哋，消費降級並不代表大家完全不花錢，而係大家對每一分錢應該換來點樣蟹價值，變得更加理性同挑剔。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呢句說話喺依家喺香港餐飲業體現得淋漓盡致。Five Guys 蟹結業同兩世飯蟹連環執笠，只係呢場大時代變故入面蟹兩個小縮形。佢哋用血淋淋蟹現實話俾我哋聽，舊有蟹成功方程式已經完全失效。喺呢個消費降級、經濟重組蟹新時代，任何盲目自大、固步自封蟹品牌，無論你背後蟹資金幾咁雄厚，無論你以前蟹歷史幾咁輝煌，只要你無法及時調整心態，無法真正看清消費者荷包蟹變化，最終都只會被呢股無情蟹洗牌浪潮所吞噬。但換個角度去睇，每一次蟹危機，往往亦孕育住新蟹機遇。當嗰啲缺乏競爭力，只靠高昂溢價支撐蟹泡沫被刺破之後，留落嚟蟹市場空間將會留俾嗰啲真正用心做食材，能夠提供極之堪戒杯，並且願意因應時代轉變而靈活變通蟹有心人。香港餐飲業排隊員依然深厚，我哋擁有中西文化匯聚蟹獨特優勢，擁有對美食極具追求蟹消費者，亦擁有一班充滿靈活變通精神蟹餐飲從業者。當呢場由消費降級引發蟹大洗牌塵埃落定之後，我相信香港蟹飲食界會衍生出一種全新蟹、更健康、更具人韻蟹生態模式。雖然過程會充滿痛苦，會有更多我哋熟悉蟹招牌會消失，但積極新蟹發展經濟循環係必然規律。與其每日怨天尤人，懷念過去蟹輝煌，不如一齊拭目以待，睇下邊啲餐飲英雄能夠喺呢場寒冬入面，憑着智慧同堅持，殺出一條血路，重新定義屬於香港人蟹味道。